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7日，列王记上卷8章28节安尼讲：上主，我的上帝，求你阿罗听你的仆人的祈祷恳求。听你的仆人今仔日伫你面前的求救祈祷。三甲来祈祷，阿罗听阮的祈祷恳求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圣洁、全能真实、全能良善的真活上帝。主啊，你是无限怜悯、无比疼痛、无穷恩典的主爱天父。令智慧创造天，令权能铺张地，令活气充满伫人，互万物伫你的恩典中来成长。主啊，你奇妙伟大，是无有人通比。因为你的大恩，愿要一生来感谢。主啊，愿伫困境艰难的中间，求你施落你的怜悯甲疼痛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求你阿罗听你仆人的祈祷恳求，听你的仆人今仔日伫你面前的求救祈祷的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是听咱祈祷的声的爸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